太痛。哎，那么快就喊安可。然后我要介绍一下我所有的团员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大彩虹音乐节来表演，很紧张。然后我们也特别，我要接近这个主题，所以于是我们所有的大家好，我们是大彩虹。介绍一下我们的大彩虹，大彩虹鼓手杨明，他昨天刚结婚，新娘子在下面，尖叫不能少，好不好？要不然他会觉得他嫁错人。他穿红色，介绍吉他手小龙，他刚交女朋友，没有结婚，什么时候要结？要讲一下，要不然来不及存钱，包红包。好，贝斯手阿丽，香香姐姐，这是刚刚的乐手，他生下来是因为要凑那个颜色。接下来，我们的摄影手宝哥阿宝，这是摄影手。来，大彩虹的提保生马少，公主生，阿麦。我们的专场都不是唱歌哦。